Hello，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睇日本央行深度解釋，我係節目主持 Clement。喺收睇之前，都請大家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多謝大家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日本央行3月暫不加息，植田行長所設想的未來情景。日本銀行啦，將會喺呢一個3月18至19號召開呢一個議息會議。咁由於舊年12月加息之後啦，未有足夠嘅時間評估對經濟同市場嘅實質影響，加上啦中東局勢緊張，不確定性升溫，咁市場普遍預期日銀今次3月個會議嘅議息啦會按兵不動。而市場方面啦，因為日元啦持續貶值，加埋通脹呢一個上行風險增加。唔少分析認為日銀有可能會喺下個月4月27至28號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加息。而隔夜指數掉期 OIS 市場顯示4月會議或之前加息嘅機會率已經升到60% 以上。日銀4月會唔會加息呢？其實關鍵啦係睇翻呢個原油價格嘅走勢。喺美國同埋以色列對呢一個伊朗發動呢一個攻擊之前啦，原油價格大約喺每桶$70水平。截至啦3月13號 ，WTI 原油啦升到$98.71一桶 ，Brent 原油升到$103.14一桶。而沙特代表油種阿拉伯輕質原油更升至$119.26一桶。其實呢個水平呢，其實已經逼近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時候2022年5月嘅高位。不過對比翻2008年6月三大指標全部超過$140一桶嘅歷史高位，咁依然啦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。但由於而家加埋日元嘅貶值因素啦，我哋將上面3個原油嘅指標啦，如果換算成呢一個日元計價嘅話啦，咁以翻呢一個2026年3月13號嘅油價啦，同當日$1對159.73日元嘅匯率計算後，可以見到3個指標其實都全部創咗呢一個歷史嘅高位。不過啦，如果做咗幾十年，如果我哋做呢一個幾十年長期比較嘅話啦，由於經濟規模同埋物價水平差異都好大，咁唔可以直接咁樣對比，需要用翻某啲方法啦，會消除翻經濟水平差異。咁最常見嘅方法啦，係用翻呢一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作出呢一個調整。咁即使經過通脹嘅調整之後啦，阿拉伯輕質原油仍然創出呢一個新高。咁而呢個 WTI 同 Brent 原油啦，已經升到距離2008年6月高峰嗰陣時啦，只係差幾個百分點嘅水平。我哋睇翻啦，行長植田和男所設想嘅兩種情況。近期原油價格急升啦，勢必對呢一個貨幣政策產生一個重大嘅影響，因為油價上升啦，其實會深刻影響經濟同物價嘅前景。日銀行長植田和男啦喺出席呢一個眾議院金融委員會嗰陣時啦，咁指出針對油價上升啦，提出兩種可能嘅情景啦。咁第一種啦，原油上升推高家庭同企業中長期嘅通脹預期啦，咁從而會推升呢一個基調性通脹率。咁而第二個啦，原油上升啦，令到呢一個貿易條件惡化，拖累經濟，而進一步啦壓低基調性通脹率。咁如果第一種情況成真嘅話啦，日銀就有必要加息啦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可能會陷入呢一個政策滯脹 behind the curve 嘅風險，最終啦會逼到啦大幅加息，對經濟會造成呢一個嚴重嘅衝擊。咁同時間啦，雖然加息有助呢個抑制呢個日元貶值同埋長期利率嘅上升啦，咁但係一旦咧經濟轉弱嘅話啦，日銀可能會俾人批評啦加得太急。相反啦，如果係第二種情況嘅話啦，日銀可能就唔需要咁急於加息啦，咁而係觀察呢一個伊朗局勢同油價嘅最終走勢，
不過喺等待嘅期間啦，日元貶值同長期利率上升嘅風險啦，依然都會呢一個累積。如果最終咧通脹冇回落嘅話，依然可能會被逼大幅加息。咁而對經濟同市場嘅衝擊啦，甚至乎可能會比第一種情況會更加大。至於最終點樣發展啦，植田和男會喺國會答問嗰陣時表示過，目前啦仍然無法斷言。咁講咗咁耐，4月會唔會加息呢？咁而按照翻呢一個貨幣政策嘅原則啦，喺呢一個高度不確定嘅情況之下啦，對上行同下行嘅風險保持呢一個中立立場啦，其實往往係一個比較穩陣嘅做法嘅。咁正如當年特朗普關稅嗰陣時一樣啦，咁如果唔行動嘅話，有時係更加會係一個合理嘅選擇。咁假設啦，3月議息會議期間維持呢一個現況啦，咁日銀會唔會喺4月27至28號加息？其實就要睇翻呢一個匯率同埋油價之後嘅走勢啦。咁如果日元啦明顯跌穿$1對160日元啦，或者原油價格進一步上升，令到第一種情況嘅可能性增加，即係基調性通脹率被推高，政策滯後嘅風險更加大，日銀就有可能會被逼加息啦。不過正如之前所講啦，目前啦行長植田和男依然都未一個好明確嘅判斷。咁我哋傾向啦認為啦，日銀會更加重視呢一個經濟下行嘅風險。咁以下啦，我哋會用一個新嘅指標啦，會作一個解説嘅。咁我哋分析物價前景嗰陣時啦，經常都會參考翻呢一個單位勞動成本 ULC， 而用翻同樣嘅思路啦，今次啦我哋就計算咗呢一個單位能源成本 UEC， 即係每單位實質 GDP 所需要嘅能源進口成本。咁個計算方法就係啦，用翻呢一個貿易統計入面嘅礦物燃料進口金額啦，除以實質 GDP， 再將1990年設為100嘅指數。咁由於呢一個 UEC 啦係呢一個季度嘅數據，咁圖表啦暫時都係去到2025年10月至12月啦，受到今次油價急升嘅影響啦，咁預計2026年1月至3月嘅 UEC 將會急升，接近2022年嘅水平。另外啦，圖中啦都列咗加入6個月同埋1年嘅滯後嘅 UEC 同實質 GDP 按年變動率之間嘅相關係數，兩者啦都逐步逼近-1，即係負相關性增加。即係油價上升同實質 GDP 下降之間嘅關聯啦，正不斷咁樣加深。整體嚟講啦，今次油價急升啦，好大機會會喺今年下半年對日本經濟構成呢一個負面嘅影響。OK，咁今日嘅分享啦，差唔多到此為止。喺呢一度再一次都多謝大家對樂天證券嘅支持。如果大家對我哋公司有任何嘅查詢，可以同我哋聯絡。咁記得 subscribe 同埋俾翻個 like 我哋。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